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4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4篇，但以理书第10章第2节到19节，约翰一书第2章26节到2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顺服圣灵。昨天我们提到了但以理为了以色列人民祈求，更明白的说，他是为了以色列人民向上帝求情，恳求上帝赐下怜悯以及赦免之恩。但以理禁食祷告，他连续3个礼拜的时间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他并不是全然的禁食，而是没有吃好吃的东西，也没有吃肉，没有喝酒。是否真的可能吃非常基本提供身体需求的食物？这是非常有可能的。但是在这个期间，他看见了一个异象，这异象只有他看见，别人没有看见。但是呢，没有看见的人却纷纷的害怕躲藏。但以理仍然留在原处，但是全身无力的匍匐在地上，听那一位长得很像人的说话。这是意表着上主的形象，因为但以理他在经文里面这样说道。于是那一位仿佛人的天使伸手摸我的嘴唇，我就开口对他说：我的主啊，我因为这个异象使我软弱无力，我不断的发抖，我像一个奴隶站在主人的面前，我怎能跟你说话呢？我已经没有力气，没有气息了。这一段对话相当的精彩，描绘了但以理遇到了这个神人以后，他失去了能力，那甚至说话的能力都没有了。但是却在神人的触摸他嘴唇，他先是恢复了说话的能力，然后再恢复所有的力量。好像正如这个以赛亚刚刚被上帝呼召的时候，上帝用火红的木炭来接触他的嘴唇，使他洁净一样。上帝的灵赐给能力，施平安的上帝。但以理书第10章第2节到19节这样的记载。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星期，我整整的3个星期没有吃正餐，没有吃肉，没有喝酒，没有梳头。正月24日，我站在底格里斯大河边，我抬头一看，看见一个人穿着细麻纱的衣服，束着金金的做的腰带，他的身体像宝石发光，脸孔像闪电发亮，他的眼睛像火一样的闪烁，手臂和腿像擦亮的铜那样的光亮，他的声音洪亮，如同一大群人的呼喊。只有我一个人看见这异象，跟我在一起的人并没有看见什么，可是他们却非常的恐慌，逃跑躲藏起来。我一个人留在那里观看这奇异的景象，我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脸色大变，没有人能够认得出我。一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就匍匐在地上，失去了知觉。忽然有一只手扶我，使我用手和膝支撑着，但我仍然全身发抖。天使对我说：但以理啊，上帝非常喜爱你，站起来，留心听我向你说的话。我是被差派来到你这里的。他说完这话，我就站了起来，仍然颤抖。于是他说：但以理啊，不要怕，
自从第一天你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祈求，明白这异象的意思，他就垂听你的祷告。我就是来为你解释的。但是波斯的护国天使拦阻我，使我耽搁了21天。由于我单独被留在波斯，有一位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我。现在我来为你解释将来你同胞所要遭遇的事情。这是有关于将来的意象。他对我说话的时候，我盯着地上看，哑口无言。于是那一位仿佛像人的天使伸手摸我的嘴唇，我就开口说话，对他说：我主啊，这异象使我软弱无力，不断地发抖。我像一个奴隶站在主人的面前，我怎能跟你说话呢？我已经没有力气，没有气息了。他再一次的扶我，使我恢复力量。他说：不要害怕，上帝非常的喜爱你，你平安无事，要坚强。他说完这话，我觉得更有能力了。我说：我主啊，你使我的力气恢复了，请把你要说的话告诉我吧。圣灵的同在赐给了但以理重新得力的能力，并且顺服地听上帝的旨意。约翰他将耶稣基督的教导更进一步的说明。在约翰福音14章中，耶稣基督提到了圣灵保惠师。他说圣灵会将所有的教导来提醒基督徒耶稣基督的教导。那约翰进一步的提醒基督徒，如果我们有圣灵当我们导师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需要有其他的教导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可以避免那一些错误的引诱的教导，使人进入敌基督阵营的这些学说，受到他们的影响。约翰一书第2章26节到28节，圣经这样说道：我写这些事是指着那一些想欺骗你们的人说的。至于你们，基督已经把他的灵赐给你们，只要他的灵与你们同在，你们就不需要别人的教导，因为他的灵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，而他的教导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你们要顺从圣灵的教导，始终活在基督的生命里。是的，孩子们，你们要活在他的生命里，这样在他显现再来的日子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用不着躲藏。你们晓得基督是公义的，所以你们应该知道，遵行公义的人就是上帝的儿女。这非常像我们在教导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，在面对那些诈骗的电话、诈骗的人，我们保持的不接听、不紧张、不相信。这样子的时候，那些诈骗的电话就完全起不了作用。是的，像假的信息、敌基督的说法，就不会影响基督徒的信仰。因为我们心里有圣灵做我们最正确的导师跟引导。诗篇第4篇，求助的晚祷。我的上帝啊，我的辩护者啊，我呼求的时候，求你应答。在患难中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怜悯，垂听我的祷告。你们这些人啊，你们要羞辱我到几时啊？你们爱慕虚妄，追逐虚位，要到几时结束啊？要知道上主已经选召虔诚人归属他，他必垂听我的呼求，要战战兢兢，不再犯罪。在卧房极静的时候，沉默思想，要向上主献当献的祭，一心信靠他。有好些人说，我们多么渴望承受福泽。
上主啊，求你用慈爱光照我们，但你赐给我喜乐远胜过五谷丰登，美酒满意的享受。我一躺下来，安然进入梦乡。上主啊，只有你能保守我安全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们恳求你差遣你圣灵永远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，顺服圣灵的教导，不叫我们进入试探中的诱惑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